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呢一個頻道啊！你只需要用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收聽一個精彩嘅鬼故事。如果中意呢一條片或者係聲音導航，甚至乎係廣播劇嘅話，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訂閱，我先會行得更加遠嘅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大家對火炭呢個地方有乜嘢印象啊？我個印象除咗係工廠區，亦都係一個了無人煙嘅荒蕪之地。而且個感覺都係寸草不生，生人勿近，所以呢一個地方亦流傳咗好多鬼故事。今集故事嘅主角叫做樂仔，由於佢家境清貧，好早就出嚟呢個社會度工作，而且學歷亦都唔夠，所以選擇嘅工種亦都唔多，可以做嘅都係一啲搬搬抬抬嘅工作。雖然辛苦，但係佢係一個勤力而且有責任心嘅人，所以做咗冇幾耐佢就升咗職啦，由一個搬運工人轉眼間變成一個管倉嘅管理人員。人工多咗，責任重咗，呢樣嘢亦都係相對嘅。煩厭嘅工作亦都接踵而來，而開 OT 亦都係在所難免嘅。而今日嘅晚上正正就係需要開 OT， 時間一點一滴咁樣過去，眨下眼就已經去到12點啦。其他同事一個一個相繼離開，而其中就有一個同事同樂仔講：喂，樂哥，仲唔走？再唔走就冇車噶咯。長命功夫長命做啊嘛，快啲走啦，越夜越恐怖噶啦，一陣間撞鬼就唔好啦。而樂仔聽完佢講呢句說話之後，就回應翻佢：頂你個掣啊，講埋呢啲嘢，唔好嚇鬼我啦，衰人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，我都差唔多噶啦，我做多少少功夫，跟住就走噶啦。好啦，咁我走啦，樂哥，拜拜，小心今晚撞嘢啊！啊，頂你個掣啊，你個衰仔都仲要玩嘅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躝屍架路啊，拜拜。就係咁樣，個倉就剩翻樂仔一個人喺度工作啦。樂仔話就話仲有少少手尾跟，其實都不知幾多嘢做。時間嘅一點一滴流逝，轉下眼就已經去到1點鐘啦。突然間，樂仔聽到一啲怪聲，啲怪聲係由倉另外一道門度傳出嚟嘅。咁樂仔就一步一驚心咁樣慢慢走過去視察下，睇下發生啲咩事。當佢打開門嘅時候，突然間，個電話無啦啦咁樣響起，嚇到佢個心都即刻彈埋出嚟。咁佢唯有急步咁樣去接電話啦。喂，你好，天天貨運有限公司，我係阿樂，有咩幫到你？喂，你好，天天貨運有限公司，我係阿樂，有咩幫到你？而阿樂就咁樣聽咗個電話，電話裏邊係冇人回覆佢嘅。咁阿樂仔就講啦，啲人真係無聊啦，打嚟又唔出聲，唉。當樂仔抽咗線嘅時候，佢就諗起倉另外嗰道門傳出啲怪聲，所以佢就過去視察下啦。佢打開道門之際，突然間個電話又再響起。佢心諗會唔會又係玩電話？究竟去唔去聽好呢？真係聽又死，唔聽又死。思前想後之際，佢都決定唔聽呢個電話。但係唔聽個電話又不斷係咁繼續響。佢心諗究竟響夠未啊？當佢再思前想後嘅時候，突然間聽到一把聲音同佢講：哥哥，你做咩唔聽電話？不如我幫你聽啊！係啦，個故事嚟到呢度，係咪覺得好精彩呢？如果中意呢個鬼靈精怪講故事呢個頻道，希望各位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有動力繼續去創作同埋講呢個鬼故事噶。多謝各位，咁而家故事繼續開始。樂仔聽到呢把聲嘅時候，面色一沉，面如死灰，真嚇鬼死佢啊！而呢一刻佢唔係話想走就走，因為佢手頭上仲有好多工作仲未完成，佢唯有故作鎮定，若無其事咁樣完成手頭上嘅工作。希望盡快完成，而佢口中亦都念念有詞，祈求靈體唔好騷擾佢。當然理想同現實係有距離嘅，雖然話係心中有佛就怕佢6-7，但係古靈精怪嘅事仍然繼續發生。而突然間廁所裏邊傳來一啲沖廁嘅聲音，咁樂仔當然知道唔係咁簡單啦，因為貨倉裏邊只有佢一個人啫嘛，何來裏邊會有人沖廁呢？所以佢都只能夠扮聽唔到。但係越扮聽唔到，靈體就越會搞你。時間又再一點一滴咁樣過去，轉下眼又去到2點鐘啦。就係咁樣，樂仔終於完成咗佢手頭上嘅工作啦。當佢執拾物品準備離開嘅時候，突然間佢聽到走廊有一啲高踭鞋嘅腳步聲，啲聲音仲越嚟越近，越嚟越急速，越嚟越大聲咁走向樂仔嘅身邊。而喺呢一刻，佢完全不知所措。當佢驚緊嘅時候，耳邊突然間傳來一把聲音：先生，請問你有冇個仔啊？當樂仔聽到呢把咁嘅聲音嘅時候，佢簡直就好似癲咗咁樣，不斷咁樣走，不斷咁樣跑。佢走到去 lift 口嘅時候，突然間又聽到另外一把聲音同佢講：哥哥，你有冇見到我媽咪啊？哇！嚇到樂仔 lift 都即刻唔搭，跟住跑落後樓梯度，仲要唔小心撲咗落個地下度添。咁當然啲手腳腳一定擦損晒啦，而且仲頭破血流。
而突然之間又有一隻手搭住樂仔個膊頭，仲同佢講：先生，你有冇事啊？樂仔回頭一望，哇，好彩係個 secure 啫，如果唔係真係俾佢嚇死啊！而個 secure 扶起樂仔之後，樂仔就一五一十話俾 secure 聽頭先發生嘅事。secure 聽完樂仔咁講，跟住就慢慢扶住佢離開呢個工業大廈。當樂仔離開呢個工業大廈嘅門口嘅時候，突然間聽到兩句說話：老公，你幾時收工啊？爸爸，放工同我玩啦！然後個 secure 就同佢哋兩個講：我送埋個客出門口就放工啦，你哋等埋我啊！樂仔聽到secure咁講，哇！當堂嚇咗一跳，跟住仲暈埋添。而當樂仔起翻身嘅時候，就已經係第二日嘅早上啦。發生咗呢件事之後，樂仔再冇翻過呢一份工啦。佢直接就打電話同個老細講話辭職，然後就冇做啦。自此之後，就有人話喺火炭嘅工業區，有時會見到一個人喺度自言自語，唔知嗰個係咪樂仔呢？喺附近翻工嘅聽眾，你哋有冇遇過呢一件事啊？如果有，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嘅。咁今日嘅鬼靈精怪講故事45集嘅火炭猛鬼工業大廈就暫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中意呢個聲音導航廣播劇，又甚至乎係一條片嘅你哋，麻煩你哋訂閱、俾 like、subscribe， 因為有你哋大力嘅支持，我先會有動力行得更加遠嘅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